继续要来讲，天下父母心，总是望子成龙成凤。但是囡仔明明都无外国籍的身份，却是找移民的代办公司开10外万买菲律宾的假护照，让囡仔去新北市的南口读美国学校。教育部讲，无符合资格学生会来取消注册，若是已经毕业的，卖放注销证书。移民公司的负责人涉嫌卖假护照，以100万来交保。被国外的官员害诈，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他告诉我们是正确的。理事长，你也受害者？是。交民国际顾问公司负责人王宽宏被检调约谈，伫法院往检方问过了，裁定100万块交保，限制出境出海。透过国外的华侨跟他们的官员接触，我们拿来用那个紫光灯照也是没有变照啊。结果呢，好像是现在的科技更进步，用我们一般的验钞灯照，还是无法发现它有伪造的情况。拢无承认，也过检调查出来讲，家长无外国人的身份，要互囡仔读新北的美国学校，开15万找交名代办，结果摕到是假菲律宾护照申请入学。因为南口的华美国际美国学校是新北唯一一间美国学校，经过美国在地协会 AIT 核准设立，明文规定申请入学的时，要有外国护照、影印本、成立单注册的记录，要有健保卡。强调讲，会甲国外教学连接，出国留学机会就变较侪，台湾家长拢受钱抢。家长通常就是给我们护照，那我们就会拿去做影印，然后把护照还给家长。整合这个部分的话，其实我们也看不出来这个护照的真伪。教育部规定讲，新北美国学校除了以美国籍的侨民为优先，验过嘛保留名额予其他国家的学生。新北教育局表示讲，用无正当的手法入学的学生，必须要转学。毕业的会被注销证书，更加强调校方应该做好资格审查，避免有假侨生的争议。